相信大家應該都睇過侏羅紀公園，但係去侏羅紀公園，我諗大家應該都未試過。等我今次深入虎穴，體驗下真正嘅侏羅紀公園。呢個侏羅紀公園位於日本富士山一個比較郊區啲嘅地方。睇下有幾多人唔怕死排隊入去侏羅紀公園，去到門口已經好有侏羅紀嘅感覺，有一個看台監視住你，同埋一個大鐵閘，每一個區域都有個大鐵閘分開佢。睇下啲獅子已經虎視眈眈咁樣監視住你，不斷巡邏，睇下有冇人唔乖偷偷地落車。想過去另外一個區域，亦都要經過大閘開門。每一隻動物，佢哋嘅眼神都會望住你，虎視眈眈，面上充滿住可愛嘅笑容。但係你唔知佢諗緊啲乜嘢。睇下有一隻喺度扮死，想引我落車。呢啲咁老土嘅情節，我係唔會俾你呃到嘅。見慣大場面嘅我，當然唔會俾佢呃到，留喺架車度不斷影相。睇下佢呃我唔到，即刻冇士氣翻身。每一隻動物都會好想近距離接觸你，不斷做動作引你注意。喺呢個樂園入面，究竟係人睇緊動物，定係動物睇緊你？留言話我知，呢個咁有機心嘅樂園，有望到咁得意嘅動物，你又會唔會上嚟呢？完。